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关于房企的消息很多都是坏消息。首先是融创新增4条被执行人信息和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合计5.3亿。这个融创一共是300多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406亿。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这个数字在变动，因为那个执行有很多人跟法院打过交道，或者学法律的应该知道，咱们这个法院执行好像就6个月以后他们这案子就结了，叫终止执行，或者叫终本，叫终止本次执行。等到以后你有线索了再恢复执行。所以说在执行的就是还在这6个月期限内的，融创就有406亿，前面已经过了6个月，啥钱也没执行到的就终本了，什么时候再恢复？所以说如果把融创所有的被执行的钱加起来，那恐怕不是406亿，那恐怕是800亿、1000亿都有可能我只是说这个数，所以它这个被执行总金额在浮动，有的时候它变小了，不是他钱给人了，执行完了，而是那案子叫终本执行了。同样的，花样年近日也是新增1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0亿余元。这个花样年被执行总金额是49亿，有30多条被执行人信息。这个佳兆业也是恢复执行17.6亿。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房企无论它是债务重组成功还是没有成功，它这个事根本就没有了，麻烦是不断，一个接一个。你要说他躺在 ICU 病房一点都不过分。还有苦苦挣扎的还有万达，这个万达的王老板是不停的在甩卖自己的万达广场卖给那个保险机构今天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王老板全部身家仅剩290亿，说万达卖总部清空海外资产，王健林偿还6000亿债务，断臂求生卖出去16座万达广场。这个显然应该毫无根据，就是他卖了16座广场是真的，偿还6000亿债务，这个还有净资产就是身价还剩290亿，这都是胡说八道。我告诉你，这些首富的身家都是个谜，是弹性的，就是今天是200亿，明天恐怕是负的200亿。它跟咱们牛马不一样，牛马你的钱就2种，顶多是3种，你的资产就牛马的资产一般的就是3种，房子、存款有的嘚瑟一点的就是股市，他买了股票，这3种资产非常好统计，对吧？牛马的房子也就1处嘛，你还能10处10几处那就不叫牛马了，对吧？你的股票恐怕也就几万块，你还能超得过胡一进老师吗？对吧？你要超过胡一进老师，那你也不是一般的牛马。然后就是存款，你看牛马的这资产好统计可以说一眼就能看出来多少。然后你欠银行多少钱，按揭贷款多少没还呢？你看这么一刨你的净资产20万、30万、100万，一目了然。但是你说这些首富的资产，你盘都盘不清，盘根错节的你要派个100人的审计去审，你恐怕得要审半年都审不明白，就是王健林到底有多少，他到底是负的还是正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就是咱们韭菜牛马也能感受到，就是你的资产是在浮动的。你那个房子到底值多少钱？以前是值400万你把银行还欠200万去掉，你资产净资产200万，加上你的存款20万，加上你的股票20万，你240万的净资产。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你这存款是死的不动，股票是浮动，股票腰斩了变成10万，房子的也腰斩了，本来是400万的现在变200万，正好你也欠银行200万，正好抵消。那你现在手上资产在多少？30万，净资产只有30万，是不是弹性的？就你的资产是弹性的，负债是刚性的，所以你的净资产也是弹性的。就我们牛马的净资产都是弹性的，那你说王老板的净资产那根本就搞不清楚。所以说全部身家仅剩290亿，这都是臆想出来的。而且王老板他好像手上没有上市公司，他的万达电影院卖掉了，顶掉了，他没有上市公司，他那资产很难评估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了许老板。为什么说许老板他咽不下这口气呢？因为在他的角度来看，他的净资产是正的，他有的是钱，他没有给社会造成大的窟窿。就我虽然负债2万亿，但是我的资产是24000亿，那我这净资产是4000亿呢，我为社会创造财富呢，我还养了那么多人，我交了那么多税，给银行付了那么多利息，上下游供应商跟着我都赚了钱，他觉得他冤呢？为什么冤呢？就是他认为他净资产是正的，实际上呢，他那些资产都缩水了，也卖不了，也处置不了，这个窟窿是越来越大。说到这里咱们又得表扬一下这个 DeepSeek， 这个又有这个不着调的人他问这个 DeepSeek 对许家印的评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一个恒大业主，交房遥遥无期，请综合评价一下许家印本人，言辞犀利一些。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回答那简直是太犀利了。他这么说的，他说许家印的商业生涯可以用刀尖上的赌局来形容，一个用杠杆撬动万亿帝国的狂徒，最终被自己编织的资本幻象反噬。这个前中国首富的发家史，堪称中国房地产野蛮生长时代最荒诞的注脚。从炼钢工人到地产大亨
亨的逆袭，本质上是踩着政策红线和金融漏洞的钢丝舞。他打造的恒大系用130倍杠杆，杂技式扩张，将大而不倒的赌徒心理演绎到极致。表面是民族企业的金字招牌，内里却是击鼓传花的庞氏骗局。当监管利剑落下，这个用2万亿债务筑起的商业帝国瞬间露出皇帝的新衣，留下160万套烂尾楼和数百万绝望的业主，而他本人却在债务暴雷前精准套现500亿，上演了一出先富先跑的黑色幽默。这种将个人野心凌驾于社会责任之上的商业哲学，终将被钉在中国商业史的耻辱柱上。这个说的还非常准确啊！这个不仅叫犀利，这简直叫一针见血啊！我们再看啊，这个有个叫智谷趋势筑梦师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罕见一幕发生，年轻人疯狂抄底，老破小什么信号？这文章一开始就说啊，此时此刻楼市魔幻一幕发生了，年轻人正在疯狂抄底。说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总价不到200万甚至不到100万的房子挂出来没几天就被卖掉，而这些被抢走的房子有个共同点，老破小。他说谁能想到啊，嘴上喊着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娃的年轻人竟然成了这波抄底潮的主力军。越来越多人发现一些老破小租金回报率已经超过了 2.5%， 居然跑赢了银行定存利息，抄底的脚步还在加急进场。他说万万没想到，这年头冲进了买房的是嘴上喊着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娃的年轻人。他说更没有想到的是，年轻人拯救老破小，而老破小正在拯救萧条的楼市。这股新势力将带来哪些变化？他说去年9月以来，一线城市楼市迎来一波成交热，创下了今年新高。仔细翻阅成交数据，就会发现老破小扛起了楼市反攻的大旗。他说在北京啊，90平米以下的二手房成交占比 66.3%， 就2/3是这种90平米以下的老破小，刚需是最中间的力量。在上海300万元以内二手房成交占比在60%左右，50到90平方米二手房成交占超过50%。在广州市中心老城区60平米以下小户型上车盘成交势头持续增长。在深圳总价150万元以下二手房成交占比 6.9%， 环比增长 4.1个百分点，增幅排名第一。也就是年轻人刚需房更青睐这种老破小。他说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为老破小打响了翻身战，中心城区的老破小更是手快有手慢无，个别房源1天内售罄，这秒售啊！说中指院的一组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23到27岁买房的人数占比从 15% 提升到 19%， 并且从家庭结构上来说啊，独居买房的占比提升4个点。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在积极分享自己抄底老破小的经验，很多都是20-30岁的社会人，说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本该是当代年轻人的经典画像。面对老破小，他们为啥突然开窍了呢？看似一时上头的背后，他们心里其实门儿清，价格已经到位了。一线城市老破小近几年堪称自由落体，动辄跌个 20%、30%、40%，甚至腰斩也不罕见。到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报告披露啊，一线城市老破小类型的二手房价从2016年初开始拉升，2019年二手房价格泡沫开始不断吹大，从 20% 持续扩大到2021年一季度的历史高点即 58%， 随后泡沫持续变小，到了去年一季度该泡沫仅 5%， 意味着历史3年时间，一线城市老破小二手房价格泡沫基本消除，二手房价格回归健康状态。根据中介机构统计近1年上海老破小相关数据，结果发现说有 7.36 万套房子从200到300万的价格区间跌到了200万以下，超过18万套房子从300到400万级跌到了200到300万级，有超过25万套服务上就上海的老破小啊跌出了自己原本的阶层。实际上啊，所谓的老破小比较火热，也是需的部分现象，正好它契合了很多刚需客的要求。刚需客什么意思？就是他不买房不行，要结婚，有的是要生孩子，有的是孩子要上学，对他们来说没有比买房更重要的事，恰好他们又有钱，怎么刚需有实力，所以他就要买房。那这些人怎么办呢？你说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那房价那么贵，一套房子你买新房，对吧？动不动10万1平米啊，要800万、1000万，你买不起啊！而且那个杠杆太大，风险也太大，所以这些老破小300万的，你比如北京啊，如果你要买旧房子，400-500万就可以买个不错的。你不是北京所有
的房子都是10万、20万一平米，对吧？如果说他再买个小一点的，那300万也够，哎，对吧？房子就是破一点嘛，老破小啊，又老又破又小，300万夫妻俩人在家里凑一凑，他压力就小得多，甚至有的一次性付清，他没有什么压力。接下来就是挣钱还给亲戚朋友，哎，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刚需，他只好看向这个总价低的老婆，对吧？先解决住的问题，这个恐怕就是为什么老破小啊成交比较火热的一个原因。再加上啊，这些20房的业主都愿意降价，他并不是涨价成交啊，人家都愿意降价，加上这个政策啊不停的调整，有很多刚需正好就达到了这个条件。哎，以前呢不让他买，他没那个资格买，他说死了心，得等一等。现在资格有了，一看价格又跌了，很多人不想等了，他就买了。我认为啊，作为年轻人刚需自住，老破小也可以，对吧？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条件，你就做什么样的选择，但是不要误解啊，以为老破小就要涨价，你买了老破小就要发财，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刚需它解决的是自己住的问题，对吧？你算账，如果你手上差不多有300万，完了之后你把这300万存银行，它也没有多少利息啊，对吧？现在只是1.几%，然后你要租个那房子，一个月要4000块或者5000块，你就发现那我不如买个房，不就这么简单吗？对吧？我每个月花4000租房的现金流少4000。我买个房子呢，对吧？我至少每个月不用花这4000，对吧？银行利息损失没多少，对吧？反正我是全款买的，或者我只贷了一点点贷款呢，所以就没有压力，对吧？即便失业了，他也能扛得住。所以你看，这老破小总得有人买，但是不是提倡你啊跟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交首付，是吧？贷款80%买那个老破小，那简直是刀口舔血啊！大家可以看个视频啊，这个是一个叫墨子的卖房的主播，他就谈主播买房亏惨，一共是260万的房子。他自己首付80万，贷款180万，银行的利息是200万，关键是现在房价跌了，赔100万都卖不出去，怎一个惨字了得啊！大家看视频啊。那我在银行接着把80万首付给了，然后我剩下的180万要找银行借啊，要找银行借180万，分30年还清。180万借了银行的分30年还清，你们猜利息多少啊？利息200多万。墨子谈还房贷有多惨？是280万，因为我做了贷款，所以导致我付了300多万，然后后面我一次性付清了。现在我挂200，我便宜100万，我现在都卖不出去。不是上海买房，我就这么跟你讲吧，你就算说我在你们眼中是啊，还算是有点钱的主播，但是我觉得在北上广深买房，除非你是说买郊区什么的啊，就是你想买一条正儿八经市区的房子。你那得是做生意的，得是资本家，打工的终究还是打工的呀。那你说你在北上广深拼死拼活的买一个房，结果买了个5环6环外面的一个郊区，然后你买菜干嘛啊？收个快递都不方便，你何必呢？现在我们年轻人的思想是不想像父母那一辈了啊，做房奴车奴，对吧？我宁愿去个小城市买个房，留点钱去旅游不好吗？去喝喝酒，去泡泡妞不好吗？为什么妈的老子一个月工作30天，我就为了把这个房子跟车子给供起来？他是我主动要把这房子车子供起来，我睡哪我都可以睡。真的，如果我现在不是主播，我就普通啊，我觉得房租绝对是我预算最低的一个消费。我宁愿多买点化妆品，多买点衣服，多去出去外面游乐园逛逛，我也不愿意把钱供到房子上。而且我跟你讲，现金流这个东西啊，多大的主播他都不一定多的。你要我现在掏全款去买房啊，那也不可能。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在抖音发了一条视频吗？我在苏州郊区一个小县城叫太仓，不知道是不是小县城，就是苏州，隶属于苏州市，但它不是苏州旁边的一个小县城叫太仓，买了个房，对吧？我的房价呢是这个，我想想啊，180万，180万。然后呢，我只给首付30%，13的3，320，不是180万，260万，说错了，260万的房价，我给了3成的首付，也就是80多万的首付。你知道我在银行接着把80万首付给了，然后我剩下的180万要找银行借啊，要找银行借180万，分30年还清。180万借了银行的分30年还清，你们猜利息多少啊？利息200多万。
这个就是墨子本人呢，这个血泪教训。实际上很多业主都是这样啊，可以说啊，2020年以后买房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不要说2020年啊，就2019年以后买房的，恐怕基本上都是这个现状。我们再看看这个国际大都市郑州啊，财联社2月6日电说，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关于零首付、首付贷购房风险警示。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表示，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各房地产中介机构要依法依规开展房地产经营活动，对违规违法开展零首付、首付贷的销售商品房提供零首付、首付贷服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同时将其违规违法行为记入信用档案，向社会公示。广大购房者面对零首付、首付贷购房诱惑需保持冷静，购房时应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关于这个零首付啊，咱们节目说过很多回了，但凡脑子正常的，对吧？应该清醒啊，就是说你要判断现在这个楼市是后面要涨呢，还是要跌，或者是不涨又不跌，狠在这儿，你得一个清醒的判断。如果后面楼市要暴涨，那你零首付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房价还要涨，那你就要加杠杆，杠杆加的越大，你赚的越多，你厉害，人生赢家。如果它不涨也不跌，你就不能加杠杆，要少加。为什么呢？因为你利息啊，刚才那个女主播不都说过了吗？贷款180万，利息是200万，30年你给银行还200万的利息，180万的本金还要还，你再给银行打工30年，你的房价不涨，你为什么做这事呢？对吧？如果房价涨了，你相当于赚了钱，你给银行分，你可以理解。3年以后房子翻了1倍，对吧？你赚了钱，你带银行分，这不挺好的吗？相当于你跟银行的一起合伙做生意啊。房价不涨，你为什么要加杠杆？为什么要给银行打工？那房价还跌呢？房价还跌，那你就要破产，银行可不吃亏啊。你跟银行合伙做生意，银行该赚的1分都不少，你承担亏损。所以说你判断好房价涨还是不涨，持平还是跌，你来决定加杠杆还是不加杠杆。那现在你很显然就能得出结论，不能加杠杆，现在都叫降杠杆，都叫去杠杆，资产负债表都在缩水，居然还有人逆势扩张，还要加杠杆。这个零首付就是加杠杆，这个对购房的人来说啊，是这么个逻辑，你杠杆加的越多，风险越大。有人形象的比喻啊，零首付降低首付，就相当于把那个上吊的绳子给你往下放一放，以便于你把脑袋伸进去。那对房企来说呢，从这个就说明这个房企压力太大，房子卖不了，没有办法。这不就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就这么发生的吗？就是那房企把这个房子卖给那些按理来说他还不起这个贷款的人，对吧？零首付就好多人我先买了再说啊，还不起不要了，然后这个银行再把这个按揭贷款它有那个资产证券化，也把卖给那些基金那些投资人，银行解脱了。结果这些还不起贷款的人，他住了1年之后还不起了，对吧？我连信用卡都还不上，我还你这按揭贷款，人家就拍拍屁股走了，房子交给你什么那些资管公司，这不就引发了次贷危机嘛？所以从政府的角度上是严防死守，对吧？从金融安全、金融风险来说，他不允许你这么干。这房企刚才说了，他就是房子难卖，没办法，走投无路啊，卖不掉啊，怎么忽悠这韭菜都不买房？他就认为你这韭菜是不是首付啊？没首付我借给你，或者不要首付，这叫首付贷嘛。从这个监管机构来说啊，你老是警示有什么用啊？对吧？如果是违法违规，应该直接取缔还有处罚，但是搞个警示，大家也清楚啊，在中国啊，咱们实际情况跟那个宣传的不一样，并不是一切都是按照这个法律办，也不是真的按照这个指示办，也不是按照政策办，而是按照这个善级态度，叫层层加码。这个现象比较严重啊，大家都知道，就上面说1，到下面变成2，再到下面变成3，再到基层的执行就是4了，叫层层加码。就是上面一说要收紧，那到基层执行的时候就变成严管，对吧？把你管得喘不过气啊。上面说要放松，也不是说放开，就放松一点，那到下面执行的时候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行。你就违法违规操作到处都是。以这个经营贷为例啊，这个3年口罩期间呢，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这不是难吗？所以推出经营贷，利息非常低，也就是让这个中小企业缓口气。结果啊，就变成什么？经营贷不是经营贷，变成按揭贷款了。别人把这拿去不是给企业用，而自己还按揭贷款，因为它利息低啊。放的时候不管，大家都知道要放松嘛，那时候是疫情嘛，就不管。等到后面一发现有问题了要查，立马又严监管，放出去的贷款
款都要再次审查，重新还要追回。严的时候啊，你妈给你转账，帮你付首付都不行，得证明她是你妈。完了，你妈那个钱从哪儿来的都要证明，要不然你这按揭贷款就办不下来。但是松的时候呢，一说放宽啊，就完全不管。银行明知你这个钱是这个经营贷拿去还按揭贷款的，银行都不管。你想想，现在开发商推出什么首付贷、零首付，这玩意没有银行配合怎么弄的？银行是最严，那说明银行在配合，说明开发商也有某种指示啊，对吧？是不是上面说放松？所以在咱们这儿零首付都成了个问题，还天天还警示，你不需要警示啊，你给金融机构立马一个通知啊，对吧？不准搞这种首付贷，这事不就没了吗？为什么还有呢？这某种程度上就是掩耳盗铃。但不管怎么说啊，作为韭菜要牢记，零首付、首付贷不是送温暖，不要老想着天上掉馅饼，房价涨不了，即便涨也不至于你追不上啊，不可能像10年前那样，对吧？一天一个价。10年前是你接完一个电话，二手房知道吗？交易房东接完电话就马上给你涨5万，因为别人给他打电话了，等到你刚犹豫啊，你说同意了，不行，再加5万、10万了，因为别人又给他打电话了，都是这样，那房价就这么涨啊。这种情况下，你说我加杠杆，加的越多赚的越多，可以理解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山东啊又出台救市措施啊。近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住房领域消费的行动计划，推出20条有力举措，提振住房消费，包括加大群团购活动力度，动态优化调控政策，大力推行房票安置，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加快改造老旧小区等。这种救市措施啊，恐怕很难啊调动消费者的这个胃口啊，属于修修补补，很难起到什么效果。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